湾目前的疫情是真稳定，但是香港也阁真严重，一天确诊的人数超过3万人。这个广东的深圳，嘛因为12号增加到66例确诊，当地政府伫昨暝来封城。台湾的隔壁国家疫情要真正难，所以台湾的边境要来放令，看起来也是有困难，尤其是国内。第三剂疫苗的注射率也是无够悬，讲也阁有510万人也未注第三剂。台大公卫教授陈秀熙讲，也是爱提悬到群体免疫力，才有解封的可能。港珠澳大桥的临港岛起封村病院，提供1200张的病床给患者。香港的疫情真严重，今早上到130,200多人确诊。12号广东深圳一天确诊来到66例，深圳嘛伫咧昨暗时宣布封城。台湾即马虽然疫情稳定，不过中国疫情搁一摆升温，边境敢会当搁放令？尤其国内搁510万人也未注第三剂预防针。公卫专家讲，增加群体免疫，才有可能解封。希望还是可以维持在70% 的这样一个免疫保护力。那目前我们第三剂施打是速度比较有减缓的趋势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比周五来注第三剂高端，就是希望士大人进来注射。根据中国武汉发表伫咧美国医学会期刊的研究，1560岁以上的士大人，有260个重症患者伫咧出院的1年后，有115%防诊断出有失智症，是轻症含无感染的15倍。所以士大人来注预防针，唔来当预防重症，嘛较袂得到失智症。现在特别要请，真的要多来打疫苗。专家建议指挥中心会当豆豆计划，不过预防针含钙率无加悬，想要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，看起来还阁需要淡薄时间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